客家世界画家钟淑慧係台灣著名嘅油畫畫家，尤其佢東北畫青雲，從細係地土人幸福大家己，非常嘅夾意種下嘅生活，求年扮演苗栗大富內帶，無論係東北嘅天然，也係霧都嘅布白，都係佢自家設計完成嘅。畫圖畫嚟藝術人員為孤獨家庭韓國工作，加畫風主動大家穿透力老美感，每日為畫圖本佢變到很難後生。畫家楊淑慧詳細看待青雲，研究供養嘅變化。其實家下開始學畫圖，因為考慮到南北嘅生活，太好時節搶時用下畫筆，改善室內設計。不過還係歸難聽眾睇對畫圖安大嘅興頭。有一擺機會認識嚟係畫家嘅老公過後，伊就決定為咗夢想來做畫家。伊佢曉得畫畫，唔單止畫出講嘅畫，咪畫出嚟畫嘅氣質。我希望花卉不是只是花卉，不是讓人感覺一束漂漂亮亮而已。我希望它可以內在的呈現出來，是可以有一些感動的。比如你看到一張花，你會感到它喜悅；或者你看到一張花，你會感到它非常的活力。然後它在感性的層面非常的豐富澎湃，所以有時候它面對一個實景，花卉也好，靜物也好，它有一些比較過人的那種感受，那它又很有那種本領，把那種感受表現出來。楊淑慧佢用心的安排美類畫同其他嘅布擺，美紅安排如係十幾個表現出來嘅，也認真每做對也畫下慢慢嘅輸送看得出，從係總面部畫嘅，任何畫得嘅陶器一路分類輸納。去年曬去苗栗大湖嘅鄉村過後，恬靜嘅環境同田中生活，唔單止滿足也心靈，咪係以藝術創作嘅滋養。搬到大湖之後，可能這邊的環境啊、光線啊，對它也有很大的一個影響，所以畫面上感覺又更具有一種生活味。楊淑慧一筆一筆畫出嚟對畫嘅感情。用也嘅作品發現看花嘅新國土，欣賞自然景色，也有無共樣嘅感受。大部分畫家嘅目珠看到人無注意到嘅獎，感受到恬靜氣氛，人就唔會感到難睇，歸到天然簡單嘅生活度空。客家新聞范啟祥、陳欣怡苗栗報道。